最主要是2月大会，未少乡亲的规家伙出来出国去游览，出门前会保这个旅游平安险的较济，以免发生突发的代志。因故民众甲周刊投诉讲，出国前开买4000块，规家伙买旅游平安险，想不到囡仔伫当地人无爽快，挂急诊，医疗费用开新的票差不多1000几块，等来台湾申请理赔，敢若摕到107块，会未当接受。专家建议讲，投保前都要先确认保单的内容，也是讲加保几件啊，提悬保额。 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发生。劳力市区民生古树自然景点，日本旅游选择真多，真多台湾人闹用钱地走去日本耍，因为国外医疗费用贵，真多人要出国前会买旅平险。不过，多人出国耍都拄到无啥好的旅游经验。林太太今年和先生带2个无满15岁的囡仔到日本耍，落飞龙机囡仔行机无爽快，就先去挂急诊处理。不过回国了后的理赔金额。 说会唔敢相信，敢若摕到107。经过了解，伊和先生主要保价是1200万，2人保费各是1463，2个无满15岁囡仔保费是525，落尾敢若摕到107，会感觉真合。门诊跟急诊呢，它是住院理赔金的1%或0.5%左右。 相对它的额度就降低很多了。伫咧国外急诊是按照海外突发疾病险保价的比例理赔，多数是0.5%，敢若少数保单提供超过1%的保价。比如讲，海外突发疾病险的保价是20万，理赔1%；门诊急诊的理赔上最限制就是2000，这个例就可能比例理赔是伫咧0.5%，所以才会敢若赔107。专家就建议，想要避免这种代志发生，都爱。 加买保险，身故的部分这是法律的问题，最高只理赔到69万。但是医疗的部分呢，也许一家公司不够，买的不够的话，他可以买2家保险公司，甚至于3家保险公司。理赔金额的数字引起大家关注，真侪人拢是要找找原因。不过回馈特定问题，专家就来讲，一定拢要先知影保价多。断言手术门诊伫咧无共款的情形，有无共款的理赔金额，所以讲保单的理赔项目拢要斟酌看详细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